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先来训练今日要吟的诗歌第303首，主我要学落你。这首诗歌咱真熟吼，咱吟头一节落。第二首是圣诗506首，拜上帝的囝儿。咱唱第一节甲第二节。拜上帝的囝儿，世上着欢喜，因为上帝。拜上帝的囝儿，拢总着信心，因为上帝爱囝儿，稳稳来过日。好，真好，这首是咱台湾的圣诗吼。啊，会记得第二节迄个上帝爱囝儿吼，即伫咧咱是唱爱囝儿，毋是疼囝儿。好，以上，多谢。亲爱兄弟平安，感谢主，能够一摆就这伫上帝面前来敬拜伊。欢迎线上收看卢州教会家人甲朋友，咱做伙来敬拜主。咱甲边仔人讲，耶稣疼你，我也疼你。请兄弟起立，咱做伙来学咯，来敬拜咱的主。天父云顶真正大，日日皆因带。天父云顶真正大，日日地因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会做伴。咱着笑念伊的恩，日日伊有存，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，欢乐变福气。
主常常喜乐，存敬天的心，将伊一切忧虑、挂虑，拢交托予主，咱向主祈祷，凡事献上感谢，咱做伙来学乐。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常常的想在主爱来温暖，该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故，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无论环境如何，高山或低谷，主都看顾，相信就能蒙福。常常祷告，耐心等候，主做事有定时，流泪洒种比欢呼收割，相信就有喜乐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涸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故，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故，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。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，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，抛开一切忧虑，放下一切重担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喜乐满怀，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，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。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高台，死因有故，一路有耶稣陪伴，他永不离开，他永不离开，他永不离开。哈利路亚！主因为甲咱记得，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主耶稣。主耶和华按咱所怀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是出乎意外的平安。要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。只要咱呼求主、祈祷主，伊就要应允咱，互咱有盼望、有丰盛、有平安。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，有丰盛，有平安。
心寻求你，就必须见你。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，有丰盛，有平安。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祷告你，你就应允我们。我们寻求你，专心寻求你，就必须见你。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祷告你，你就应允我们。我们寻求你，专心寻求你，就必须见你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我们呼求你，我们祷告你，你就应允我们。我们寻求你，专心寻求你，就必须见你。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这是神所赐的意念。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这是神所赐的意念，这是神所赐的意念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愿意搁一摆将心中的挂虑甲烦恼，拢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的信心来指导阮，互阮他按照你的心意来祈祷，互阮来使对这重担当中得到头放，常常靠主喜乐，存谦卑的心，来守算主的恩典，将一切拢交托伫主的手中。互阮通享受你所赐厝内意外的平安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这所祈祷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
大观因的囝，恁着将阴光开力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阴光归予伊，用圣洁的装塔敬拜耶和华。亲爱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三个来用信息来学罗上帝。信息第303首，主我要学罗你，请大家起认全首。主我要学罗你，尽心尽意，我要保佑你，奇妙多宽灵，为因更你性命。主我要学罗你，尽心尽意，对你要吹着你心的喜乐，哈利路亚。主我真是听你，尽心尽意，我要保佑你，奇妙多宽灵，为因更你性命。主我真是听你，尽心尽意，对你要吹着人生的喜乐，哈利路亚。主我要服侍你，尽心尽意，我要保佑你，奇妙多宽灵，为因更你性命。主我要服侍你，尽心尽意，对你要吹着人生的喜乐，哈利路亚。请坐，咱三个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阮道路、真理甲活命，感谢你，互阮信靠主的话，得到真正甜蜜，踮伫主的应允，得到无限。我们来亲谢你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你是独一真的上帝。我要尊主做大，敬虔顺服伫主你的面前，将你的话起造伫真理的石盘顶。赏赐阮智慧，互阮对真理会当明白主你的旨意。我也恳求主赦免阮的罪，互阮常常来反省家己的所犯的过失，伫十字架顶来救赎阮，互阮脱离罪的陷阱甲不义，常常来倚靠主，常行伫主圣洁的话语甲道路。我也恳求主信心来引带阮，启示阮着伫讲话、伫信、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。感谢主带领众兄弟姊妹来到主你的圣殿，来到主你所听的教诲，组织学罗敬拜你。我也较无你的话，伫听的大家庭，伫基督的身躯联合成做一体，彼此关心，三听、三和、三扶持、三班赞。我也要特别为疫情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来医治、扶持受感染的人，赏赐阮平安甲信心。互信心常常甲阮三角伫咧，帮助阮度过艰难困苦的世代。恳求主信心，互阮伫神的内面看见主你的亮光，来光照阮，除去阮心里的黑暗甲惊吓。也恳求主怜悯阮，伫软弱的所在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常常来倚靠主，
得到主你所赏赐的气力甲能力。阮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、学乐、牧师的讲道、众兄弟姊妹的服侍，交托仰望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主施阮祝福，献上阮的感谢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赏赐阮平安。阿门。启应，请大家来启应。启应文第24，诗篇100篇。第44的后面，启应文1041页。显着的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印。第24篇，24第诗篇100篇。全队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伊。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。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伊的主爱永远存在。献诗，咱请圣乐队来献诗。圣乐队所要献的诗歌是圣诗500首，你心志着换新。感谢圣乐队美好的献诗，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，伫新约圣经第228页。我来读，请大家来看。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4节。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，我要搁讲伊着欢喜。恁的孙娘着对众人显明主君啊，一概无得看路，
多多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，就上帝平安搬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求主将你的话记掉伫我心。请来起立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信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定十日客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讲道，今日请于正牧师来讲道。牧师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“伫主内面欢喜”。请大家注心来听，将时间交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缘用真欢喜的心来到伫上帝的圣殿，伫遮来敬拜、来服侍。你感觉你今仔日有没有喜乐？自一开始你起床，开始就知影讲今仔日是主日，然后你爱踏出，要踏出你的厝的门，要来到伫教会，伫即个路中，咱咧想什么？或者是咱淡薄阁有一寡的惊吓，毋茫咱伫即个疫情真严苛的时阵，咱的心常常受到上帝保守，咱无过头的惊吓，过头的忧虑，有缘用喜乐的心来面对艰难的世代。喜乐是圣神伫人的内心动工的一个歌号，嘛是圣神所结的一个果子。圣神的果子虽然咱拢知影有9粒果子，总是伊毋是分开的，伊是一个整体。所以咱若有喜乐的心，咱就刷接要有仁爱、和平、吞忍、温足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。这尊赞，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圣神所结的一个果子，也就是咱伫圣神的教导下面，咱的生命长大成熟的一个表现。愿赏赐五万的上帝，互咱对神来充满各样的欢喜甲平安。这是耶稣基督家己所讲的话，互咱会当知。因为对上帝的信，互咱的内心充满着满足的欢喜甲平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主的面前，无论是实体来到伫圣殿，或者是伫厝内线上的敬拜，阮拢感谢上帝，因为主你的听无隔离，主阮较无你的心。也无隔离，互阮搁一摆伫上帝你的话语的内面，来得到日子更新，也得到真实甲主结连的欢喜。愿主你帮助阮伫今早，愿所有的敬拜礼拜中间，阮搁一摆来得到欢喜的歌号、喜乐的歌号，互圣神你同工伫阮逐人的内心。愿献上恳求感谢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伫新约圣经提到喜乐，大概有72摆的喜乐。今仔日的经文嘛讲，着常常踮伫主来欢喜。我要阁讲伊着欢喜。伫咱今早第一首的圣诗讲，我要学了主嘛，主我要学了你。
然后伫副歌的所在，伫咧重复再强调、重复强调，就是讲对主，我要找到人生的喜乐。为什么会爱对主才当找到人生的喜乐？对咱人家己无法度嘛？因为人是软弱的，因为人是软正的，因为人的目睭常常要看到伊所爱看到的，人的目睭常常互环境物质来限制，所以咱要照咱家己的欢喜来欢喜。总是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会当看到保罗是伫一间艰难的中间来讲出这款的话。所以，请问咱大家，咱感觉咱信主了后的咱有真实的喜乐吗？咱常常会当来省察咱的内心，信主进前，或者是几年前的咱，或者是几岁的咱，检在过去咱真容易伫遐来操烦、忧虑、埋怨，感觉做无平安、无快乐、无喜乐。咱活到很主时这个时阵。咱嘛经验累积多啊，道嘛听多啊，伫教会服侍嘛变多啊，总是咱的内心减有哪来哪喜乐。基督徒所展现的喜乐，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，因为这个见证要互人看见，哇，实在这个福音有改变人的迄种的快乐。所以今仔日保罗讲，就爱安那，常常惦伫主来欢喜。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所以一个真实的喜乐是来自人甲上帝有一种结连的生命的关系，就是惦伫主，住在神里面，住在基督耶稣内面，惦伫主的内面。所以这句话指出，人爱靠主，才有真实的喜乐。保罗伊讲过，伊讲就地患难也欢欢喜喜，在患难中，我们仍然要喜乐。有时阵，咱会发现讲，咱的喜乐是伫咱感觉讲顺利、成功，照咱所想要得到的得到，迄种的情景，咱才感觉快乐、喜乐，感觉安尼安心。若倒病，就安那开心不起来，心花未开。就郁闷、愁烦、苦痛、埋怨，这是一种互环境、互人、互事物所左右的一种喜乐。总是保罗讲啊，就伫患难嘛爱欢欢喜喜呢。伫患难太有可能欢喜咧，无有一个人爱伫生命中间来得到患难，就亲像即马。疫情安尼，无有一个人想要确诊，总是当确诊这项事实临到人的时阵，人要怎样来看待安尼的代志？保罗讲，就伫患难也着欢欢喜喜。当耶稣互人出卖、互人掠的前一暗，伊对伊的学生安那讲，伊讲。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，要互我的欢喜点伫恁，也互恁的欢喜满满。这是耶稣互人卖，要互人掠的前一暗所对门徒、对伊的学生所讲的话，咱做伙读一摆。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，要互我的欢喜点伫恁，也互恁的欢喜满满。要互人掠的老师，太会将这个欢喜的祝福要祝福伫学生的身上咧。咱要面对一个死亡，咱要面对受苦、受难、受死啊！耶稣悠然交代伊的学生爱欢喜快乐，这就互我想到我的婆婆，也就是牧师妈丽珠牧师妈，当伊。感觉伊的身体实在是无法度赢过这个药物所有的这个治疗，其实检查内心嘛真郁闷，为什么拢袂当好起来？迄个情景，伊也感觉可能无偌久，在世的日子无偌久啊。伫迄个时阵，伊
身边有阮的姐姐伫遐照顾，伊就甲姐姐讲一句话，讲：恁着爱欢喜快乐，恁着爱欢喜快乐。就算要面对我的过身，恁嘛爱欢喜快乐。因为牧师妈伊伫在世的时阵，较无耶稣，有真坚定的信仰，互伊面对死亡其实无有惊吓，因为伊知影耶稣咧面对死亡患难，耶稣的能力嘛是有欢喜充满。今仔日的经文取自腓立比书，腓立比林书拢总有4章，也称作监狱书信、监狱的批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保罗伫罗马被关的时阵，互掠去关的时阵，伫迄个中间所写的。所以伫这个批信的中间有提到约略有18摆的喜乐。伫监狱中间的保罗，伊无埋怨，反倒伊纪念着教会甲兄弟姊妹的需要。对伫腓立比书第1章14节，即句经文，咱会当知影讲，伊是伫监狱的中间，咱主神来听。搁至到踮伫主的兄弟大半对我的挂体人来深信，一发好大无惊来讲上帝的道理。那在主里的弟兄，多半都因我受的捆锁而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无所惧怕地传道。挂体人，表示去互人去关，互人关监。清教徒西比斯伊讲过一句话，咱做伙来读这段话，我感觉真有意思。伊讲，一切对神儿女有益的东西，他们都会得到，因为他们所得的一切，乃是为推动他们进天堂。如果十字架是有益的，他们将得到十字架；如果羞辱是有益的，他们将得到羞辱，因为临到我们身上的，且都是与我们有益的。好，这段话咧讲到，上帝系伫咱逐人心上，无论是咱看做是好是歹，拢对咱有利益，对咱的灵命，对咱生命的成长有利益。腓立比书，咱当看到，伫监狱中间的保罗所写，咱人看到，反倒是充满着保罗迄种喜乐的人生观，伊的价值观。好，内面的内容呈现出写批的人伊的价值观。所以保罗伊常常讲，我踮伫主要大大欢喜，就常常踮伫主来欢喜。咱该当常常伫监狱的中间，要怎样欢喜？到底保罗伊会当喜乐的秘诀是伫叨落？咱做伙来献吼，伫腓立比书第1章20节，关键就是伫即句话。腓立比书第1章20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20节后半段吼，凡事好大，还是对死，还是对我，基督要伫我的身躯来得到荣光。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的人生观会当互伊喜乐，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。保罗伊选择，无论是生还是死，伊拢要欢喜快乐。为什么要安尼？会当安尼？因为伊伫基督内面拄着上帝。所以，一个人生命中真实的喜乐，不在外在的物质环境，因为当人若将这个喜乐建立伫人、代志、物品顶面，这是短暂的。
所以咱所得到的欢喜，也不过是短暂空虚。真实的欢喜是来自人拄着上帝，领受到救恩，迄种灵里的平安喜乐。我想伫即个疫情非常严重的即个期间，咱拢会当体会到，人会当活了健康平安，就是上大的福气，也是咱上大的安那感觉一个祝福，是毋是安尼？在座兄弟姊妹，你感觉你活地，不知你要住什么种的厝，开什么种的车，你有累积偌济的财富，你有读偌济的学历，你有偌好的工作，这拢是基础。你要求的是什么？伫这段时间，遮尔台湾的疫情遮尔严峻，你感觉你想要安怎？你一定想要讲，我上好是身体拢健健康康。厝内的人拢会当身体健康，检采咱有囝儿伫外地就学工作，咱嘛是祝福因身体会当健康。所以伫这段中间，咱才知影讲健康的宝贵。也搁一摆，互咱不管咱有啥物种的经验，检采咱嘛有举过的遮的经验，互咱伫厝里感觉真另外一种的超人。咱也会当自行看到上帝，伫这个举过的中间，反倒冷淡，练习了我们的心性，练习了我们读上帝的话语，思考上帝的话语。那安尼，咱就无浪费这个疫情。所以保罗伊选择，伊无论生还是死，伊拢要欢喜快乐。伊伫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到13节嘛，讲到一段真经典的话语，咱做伙来念，做伙来读。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到13节。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到13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讲安尼，毋是为着用无够的缘故，因为我已经学习，不论什么境遇无毋知足，我知影点伫逼真，也知影伫富足，还是饱，还是枵，还是富足，还是欠缺，凡事我拢老练，点伫想事我快力的，我事事拢会。保罗就是这种豁达、喜乐的知足的人生观，无论伫有还是无，无论是多还是少，伊凡事拢安那，拢真老练自在伫上帝面前，因为伊知影，点伫想事我快乐的是，就是点伫上帝，点伫主，伊凡事拢会。这背后的一个意思就是讲，我信靠上帝。我决意要过着一种互上帝来掌管我的生命。我的生命，我无家己条条，乃是我放手顺坦上帝你所有的安排。所以保罗就是伫这种凡事知足中间来生出这种的欢喜喜乐。咱台湾有一句话讲啊，知足怎么样？知足就常乐。人若知足，就会当欢喜；知足就能喜乐。快乐短暂，喜乐是怎么永久？英国人李文斯顿是一个宣教师，伊伫少年的时阵捌参加一间教会的一场的宣教的音乐会。伫结束了后，有一个传道人来找李文斯顿，笑眯眯地甲问讲，迄时伊是小朋友伊讲小朋友，你长大后想要成为宣教师吗？小朋友，你大汉了有想要做宣教师无？过了几年，足侪年了后，后来李文斯顿成做非洲的宣教师。然后伊伫遐咧回忆伊这段献心的过程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我就是因为那位传道人的微笑而成为宣教师。这句话很妙。就是迄个甲我问的迄个人，伊的笑容，互我会当真做宣教师。
一个人伊若喜乐，自然就有笑容。所以即句话咧讲出，背后咧讲出，即个笑会开力。德蕾莎修女伊伫诺贝尔颁奖的时阵，伊讲笑就是力量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心中有喜乐的灵充满的时阵，咱的喜乐自然会外显，你包不住啦。会把自然有一个笑容。来，咱即马，咱即拢挂口罩吼，毋知大家有咧笑无？有啊，有咧笑啊。咱讲眉开眼笑，其实目睭嘛会笑。虽然我们戴着口罩，但是你一样可以从一个人的眼神看到他是欢喜还是忧愁，是不是安尼？来看你边仔的人一个，你们脱口罩，啊，你甲看者，嘛是有咧笑，哈，嘛是看得出来啊。所以我有一届做趣味去参加总会，吼，今年吼，因为总会的开会礼拜邀请我来设计，我伫中间有服侍。久久拄着一个久久无见面的同学，做趣味，讲来做伙翕相。我讲好，坐好啊，笑一个，伊讲不用笑啦，要戴口罩吼，笑跟没笑都没差啦，吼，这句话，点醒了我，感觉真趣味，确实哦，吼，这段期间吼，大家咧挂口罩，可能会忘记怎么笑。不过我想，真实的喜乐袂互这个口罩来。要互即个喙暗来甲伊安那消灭啦吼！你要笑，你挂口罩，犹原会当笑足大声。所以对今仔日这段经文，咱看到保罗伊怎样来教导喜乐这段书，这个书。第一，咱爱靠主，我靠主，甲主有结连，咱就有一个稳定。内心就有一个稳定的开力。主耶和华伫以赛亚书30章15节安尼讲一段话，伊讲得着救，在伫活倒转甲安息；得着开力，在伫平静甲信靠。总是恁安那无袂，你们静置不肯。伊讲归回安息，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得到力量在于平静安稳。但是你们不要，意思是讲，我已经甲这个方法甲恁讲啊，总是恁无爱，恁无爱照我所甲恁讲的。得着救，在伫活倒转甲安息。咱要安息伫倒位？咱要活倒转去倒位？这话的意思就是讲，咱爱转来到伫主的内面。得着救，在伫活倒转甲安息。主耶稣毋是讲过一句话，讲恁若劳苦背重担的人，就来安那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啥物安息。这是耶稣伊对世间人所发出一个邀请的话，来，我食。就那像咱有时做爱抱囡仔，来，伊就撞来要甲抱，咱要甲抱起来。耶稣即马张开双手啊，讲来，我要给你安息，要甲你抱，去叫你安那，你活走，我爱互抱，我爱互靠，我爱靠耶稣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所以耶和华上帝已经讲，得着救，在伫活倒转甲安息；得着开力，在伫平静甲信靠。要信靠什么？就是信靠伊啊。所以靠主，咱来我靠主，甲主结连，就有一个稳定的开力。咱伫咱的新圣诗内面615首，我感觉这首歌的歌词写了真水。伊讲伫主内面有喜乐，咱就甲伊安那结连；伫主内面有喜乐，有平安，咱就甲伊安那结连。虽然烦恼会苦楚我，亲像针在甲咱插，总是咱爱悠远。踮伫主心内充满大喜乐，咱回去会当听，这是一首韩国的诗歌。伊讲，真正是咱的生命，咱的内心嘛吼。主啊是啊，我会当甲你结连有喜乐，总是我的烦恼苦楚悠远伫地，
而且佫亲像针伫咧插我，这个代志，互我无法度戏弄呢。耶稣讲，有缘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点伫主，咱心内充满大喜乐。第三，谦让的心。咱若往头前，往今仔日的经文头前第2节、第3节，安怎讲？伊讲我劝犹阿爹，佮劝顺道基，着当心伫主，着当心伫主。佮真个当判啊，我也求你帮赞这2个妇人人，因为因捌甲我同出力伫福音，也甲结里面。以及其余甲我同调埋，因的名记伫活命的册。犹阿爹甲顺道基，通讲是腓立比教会的领袖。保罗叫因着爱同心，着爱同心呐。可见安那？可见因无同心，彼此之间有了纷争，因拢真热心，阁有温素在调。所以保罗恳求腓立比教会人爱来帮助这2个妇人人，互因会当安那当心。所以谦让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谦让会当互咱甲别人同心，甲人甲无同款的人同心，做伙伫福音的内面来努力。所以爱伫主内面同心。当心才会当有喜乐。今仔日经文嘛，甲人讲爱义无跨虑，义无跨虑。义无跨虑的意义，并毋是讲我毋免做工，我嘛毋免负责任，乃是我无凭着自己的力量来负责，我嘛无凭着自己的力量伫遐担忧。人为什么爱义无挂虑？人心内若有真侪的看虑，人无办法喜乐。如果人感觉讲我敢若只放下罪，我敢若甲我的罪安那改变，认罪了后，但是我犹原没有放下我的忧虑，犹原袂当喜乐。刚才咱感觉讲基督咱就是认罪啊，得罪人对罪上帝所来认罪，总是安那。咱记得了，佮把这代志捡回来烦恼，咱犹原袂当喜乐。所以心内若有真侪看虑、牵挂，这个牵挂，华语讲得很好，得甲你牵的，安尼锁啊，甲你绑的，安尼你就飞袂开。或者只是放下罪而不放下忧虑，犹原袂当喜乐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，真正的基督甲你底下咧焦虑的看虑是不会共存的。基督的赏识，你是袂当阁有看虑，袂当阁焦虑的。咱若基督就是安那，圣神咧帮助咱基督嘛。咱所基督的代志出来就是交托啊嘛。总是人真软弱，常常基督了后就袂记啊，阁焦心挂虑。所以一个真正达到上帝面前的基督，是咱中间一切拢放的。焦心的挂虑跟真正的祷告是没有办法共存的。所以保罗讲，爱将你所看虑的代志，借着感谢来告诉上帝。然后在你的基督的中间，你已经相信上帝在听，相信上帝在垂听。但是会不会成就，我们要将结果交给谁？交给上帝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结果是什么？今仔经文甲咱讲，咱做伙读，就上帝的平安，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如果以上我们这样做了，结果就是这样子。必保守的是上帝派兵驻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哦。哇，派遣这些有保护者在你的四周围，所以咱有可能个召唤难处，
但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却蒙上帝怎么样保守？那就在一个平安的国度里面。所以得到平安的秘诀到底是什么？他都咱嘛唱吟足好听的诗歌，平安平安平安，上帝意念超越人的意念。得平安的一个秘诀，就是你要认识神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台语版是讲，写到真实，伊讲你着甲上帝安那亲密，就会得到平安。安尼福气要临到你。所以明白上帝是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呢，就好比咱甲兄弟姊妹、甲咱的好朋友、甲咱厝里的人有一个亲密的联办。亲密，咱感觉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无？好，不管你上山下海，不管你走路、骑车、开车、搭捷运、坐公车，你感觉讲，你的边仔拢有上帝咧，甲你做伙，与我同行无？迄种的亲密，虽然你看无，总是你感受会到。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，用喜乐最开始，用平安安那做结束。所以喜乐跟平安，好像一个铜板一体两面，一个整体就是人若有喜乐就有平安，你若有平安你就有喜乐，主人就有喜乐。总是你这个喜乐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。你伫主内面来找到，人也要靠家己对外面、对上帝以外的代志来敲找，迄个欢喜是找无的，煞互咱吵吵烦烦，无办法平安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无神论者有一天伊去参观一间聋哑学校，伊就看见这些聋哑学生做认真伫咧上圣经的课。然后这个无神论者就想要挑战这些聋哑学生他就伫黑板写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伊讲上帝既然是遮尔疼恁，总是为什么互恁个臭耳人个下教，反倒互我会当听到，佫会当讲呢？如果是上帝是疼，为什么是安尼？若是你要安怎回答？结果有一个聋哑女孩子，长得矮小，伊就为伊的座位，因为当这个人咧甲这个学生挑战问题的时阵，大家拢震惊惊到，好像受到伤害，唔知要怎回答，心好像他拄仔咱所讲的信息，尖伫咧甲插。结果一个囡仔，查某囡仔，聋哑的女孩子，对位置上走出来，在黑板上写一句话，伊讲：“爸啊，是啦，因为你看安尼最安那，最欢喜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爸上帝啊，你创造我，你看做欢喜，你欢喜安尼甲我创造，我就是安尼。”这句话深深感动人，因为这个囡仔。伊接受上帝对伊生命这种无完全的一个安排甲设计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伊讲如何化忧伤为喜乐？真正撼动生命的不是遭遇，而是他的思想。这句话讲了真的是撼动人心。咱看到迄个聋哑女孩子，伊无互伊的残缺，无互伊的无完全。来受限制，这是伊的遭遇。伊生命的无完全，伊的身躯的无完全，上帝甲伊创造的设计是无完全，这是伊的遭遇。但是伊的思想是什么？他的思想是：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爸啊，你看安尼最欢喜。这是伊的思想，是伊的价值观。伊无互伊的造物来受到限制。反正伊的思想会当超越伊的限制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位囡仔，伊明白上帝伫伊生命中间所安排的旨意，无论是好，无论是无完全，无论是歹，更有好歹安那主所定，伊用感谢的心来领受。所以喜乐不在环境内，
不在咱的环境，人的本性爱得到祝福。基督徒嘛，常常俩咱会当事事平安、圆满、顺利、成功，这是上帝的祝福。总是上帝嘛会借着一寡的患难、难题来锻炼咱的心。所以喜乐不在环境，喜乐在伫咱的心，甲主真实的结连。第二，咱爱伫咱的服侍中间展现咱的喜乐。为什么我用这幅图？伫莅林，伫中华莅林20有一个喜乐堡育幼院，迄间育幼院拢早期是咧收容智障袂当行路得到这个小儿麻痹的囡仔。啊，为什么会当有这间保育院？就是因为这个马喜乐阿嬷，好，这位真了不起的马喜乐的宣教师，伊奉献伊的人生青春，伫莅林迄个所在来设立这个喜乐哦，名图合了很喜乐，喜乐保育院，伫遐来教导这个囡仔，伊讲，伊要教导囡仔会当双脚站起来，无搁再是伫涂骹爬，因为早期有一段时间有这些小儿麻痹的患者吼，啊，莅林迄个所在真庄骹，真侪家庭无办法得到好的医疗的照顾，所以有的村庄伫一个年代吼，可能有民国40几年吼到50几年那个时候，真侪囡仔发高烧、脑膜炎，然后最后伊骹无办法行路，变做是一个身心障碍的人。所以，这个马喜乐夫人，伊奉献伊的性命，看到这个囡仔的需要，所以伊心内下一个愿景：我要让这个囡仔无搁再伫涂骹爬，我要爱因会当借着这个肢体的这些的仪器，他们能够谋生，能够站起来。所以，伫服侍中间，服侍姊妹谁？就是服侍着主耶稣。咱伫教会，无论担任什么种大大细细服侍，有人看到，无人看到，台前台后，台上台下，拢同款。上帝无看你的服侍是徛伫什么所在，是光鲜亮丽，还是默默无闻？这拢伫上帝来讲，拢无重要。伊重要是要看咱的内心。咱看到服侍的姊妹说，服侍着这没有办法回报的，没有办法回报恩典恩惠的人，马喜乐夫人悠然喜乐的服侍。咱嘛看到咱的创始者马偕，伊当伊来到伫台湾落船的时阵，伫淡水海岸，伊心内充满什么？伊安那讲 ，This is the land。当时台湾150年前，台湾遮尔无文明，也安那真蛮荒的所在，伊却会当掠这个所在来成做伊最后的徛家。伊讲就是这个所在，我一生要奉献伫遮。所以对伊的诗歌，伊有做一首诗，最后的徛家。其中的一句话，咱就当看到，讲我一生的欢喜安那。拢伫遮，这就是一个喜乐嘛。伊无看环境，要宣告的环境真艰难，总是伊无拍死无退。宣教师的精神是安尼，伊会当对伊的心内清楚明白上帝呼召伊来台湾的目标，然后伊会当对伊的内心讲出：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。19世纪英国有一位牧师司布真牧师嘛，讲一段话，咱做伙来读来。人若以物质为乐，灵性上有危险；若以自己为乐，是愚拙；若以罪为乐，必丧亡；若以神为乐，就得属天幸福。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谁愿意享受2次天堂？当于现在这世界开始享受什么？靠主常常喜乐的生活，唯有靠主常常喜乐的生活，互咱在地如在天啊！这首诗歌真简单，靠主喜乐，
靠主喜乐使我得力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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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主喜乐，靠主喜乐使我得力量，靠主喜乐使我得力量，靠主喜乐使我得力量，靠主喜乐使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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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力量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常常倚靠主，常常踮伫主来得到真实的欢喜快乐。虽望环境有艰难，生命有难题，总是互阮搁一摆将阮一切的忧虑、忧闷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互阮真实甲主你来结连，来得到属天的欢喜甲平安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美丽正道甲勉励吼。咱三角来吟回应诗，圣诗第506首，拜上帝敬礼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拜上帝敬礼，世上着欢喜，因为上帝照顾咱，伊听咱敬礼。拜上帝敬礼，拢总着信息，因为上帝爱敬礼，阮困来加礼。拜上帝敬礼，拢着讲好话。安尼上帝就欢喜，看咱做宝贝。拜上帝敬礼，拢着有笑容，因为上帝爱咱好，温顺搁善良。拜上帝敬礼，来三甲吟诗。学罗上帝心存名，笑念你慈悲。请坐，请大家用感谢心来奉献，请书会的同工来执行。请大家起立来吟奉的诗。我的情愿献予你，因此拢叹你情。我的在心里相思。请坐。
请咱大家来念今仔的经句，伫手部下面。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60，咱台语来念2摆。一切无得挂虑，多多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。一切无得挂虑，多多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。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60。咱三个来关心教会的事。今日有第一摆来教会吗？无吼，咱三个来关心甲带导吼。来本会消息，咱伫4月24有召开临时护安会会，办理长老甲执事的改选。当选的长老，苏贞长老、义仁长老、龙真长老、秀兰长老甲施俊宏长老。当选的执事林美满、李淑珍、周建宇、林金龙、林福春、纪丽娟、廖国柱、蔡淑华、邓富先、苏雅展第10个执事关注束缚带领头前服侍的道路。第2，就任的典礼伫7月初10主日举行新任的长老甲执事就任的典礼，请大家同心守望代祷。第3，中会退休的牧师王光树牧师，伫5月27日拜5上午，王主运调安歇主怀。王牧师过去是捌伫罗州长老教会是小会议长，愿上帝安慰为主，请大家关心代祷。第4，教会为着培训音乐人才，举办爵士鼓的团体课程，伫对5月初8到6月2日，每礼拜日下晡3点到4点半，请林佳音的姐妹来指导，亲自要举办。欢迎青少年也是有兴趣的报名参加。要参加的，请林牧师来报名。第5，过月报告咱大家来看吼。集体相通。第本会蔡文珍、李玉君夫妇的细汉囝蔡木恩，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硕士的学业，目前转来台湾探亲，未来会伫温哥华就业援助束缚。第2，为着肺炎疫情来祈祷特别是为着咱教会有较近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甲防疫的人员。赐下平安，甲咱同在，保守台湾全体百姓会当度过难关。疫情冲击经济援助，使人民开经济活路。第3，也为着乌克兰的战争局势来，甲人民来祈祷，毋让战争会当早日来结束。也为着换工课、找工课准备考试的研究所考试来祈祷。特别第5是为着身体有病痛、外伤、手术完性敏感症来代祷。咱也为咱的肢体例如爱玉姐妹秋叶姐丈夫、淑珍长老妈妈、布莱森弟兄、春梅姐文杰姐姐长子恩吉、美英姐长子廖俊发还为着志娟姐来为着咱的肢体来代祷，还为着新海青年来代祷，佳音甲轩宇，还为着外出的当兵游学青年来祈祷。还为着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以上，咱三个来上吟马变诗，信诗第393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念全首。念诗纸，请牧师接导。全灵稳定自在，万所称呼，感谢跪拜。白行信心，公义忍耐，顺利相赞，地高万代。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的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
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